欢迎收听10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，就是这个时刻来线上，以斯拉记6章16到22节。就是这个时刻，我们要来线上，献上我们的时间，献上我们的金钱，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，来颂赞我们的主，宣扬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诗篇9篇1节是我们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，上主啊，我要一心颂赞你，我要宣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今天是一个颂赞的时刻，是一个见证的时刻，是一个见证上主他在历史中心意从未落空的时刻。因为历史上的第二圣殿，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，上主心意让他们能够重建的圣殿完工了。在这里，以色列人民，包括祭司、利未人和所有流亡归来的人，都欢欢喜喜的在这里举行奉献圣殿的典礼。为这样的一个奉献圣殿的典礼，他们献了100头公牛、200只公绵羊和400只小绵羊做神祭，又献12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每一只代表一个以色列之主。这是按着摩西书上的指示，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摩西五经，透过摩西他过去直接领受上主的心意，世世代代的传承，他们又终于恢复了这样的一个献祭的礼仪，献祭的感恩行动，按着次序的在上主的面前，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献祭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激动，非常的感谢上主的恩典。过去被掳，过去活在罪恶过犯中，过去背离上主的心意，过去大家四处流浪，过去没有在家乡。然而上主的心意在70年后让他们回到了这个地方，不仅是回到这个地方，更是重建圣殿，回到了上主的家中，回到了上主在他人民当中过生活的方式，回到了跟上主那和谐美好的关系里面。在这里真的，如果能够回到那一个最合宜、最和谐，甚至让我们的生命倍感意义的生活方式，我相信人的心里会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自己生命的归属和永生。所以我们很常会在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当中都会讲到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因为我们领受我们全人的供应都是来自于上主，他创造我们，赏赐我们生命气息，并供应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，还带领我们在苦难、在缺乏，甚至我们离开他，活在自己的自以为意中，上主仍然挽回我们。所以在今天经文当中，守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。回到这个重建的圣殿，在那里守逾越节，是纪念上主救赎的行动。只要讲到逾越节，就一定跟救赎有关。过去的救赎，我们如果还记得，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上主要击杀每一家的长子，然而他让信靠他的人透过一个行动，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们在他们的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。羔羊所流出的血好像代赎了长子的性命，涂在门楣上，当上主的使者经过的时候，就不杀那一家的长子。所以这个救赎行动救了他们世世代代
继续能够延续生命，而且也救了他们能够出埃及，进入上主应许的地方。而在今天再次守逾越节，纪念上主救赎他们，带领他们回到家乡，重建圣殿。如今我们在现代也透过奉献作为我们感恩的表现。今天的献祭所献的祭有2种，第一种叫做平安祭。平安祭呢，就包含了感谢、还愿和甘心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常说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的，因为我们的奉献是在表达我们的这一切要归主所用。透过小小的金钱，透过我们的服事，透过我们的东西，透过我们的时间，透过才能、智慧，就是透过这有限的，在表达回应上主这无限的恩典。而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后的感恩行动，也在此今天再次让我们看见，原来奉献是这样啊。有一间教会呢，他们今年庆祝70周年。70年前，因为在这个地区许许多多的民间信仰，但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，所以这个教会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建立教会，并且开始在那里传福音。然而70年后，当他们回顾这一切美好的恩典，这其中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。在那一个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，70年间曾经教会一度开不下去，因为不论是财务、同工、环境，都好像在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可能经营得下去啦。然而有2个姐妹，她们在这其中看见教会不能因此而关闭，因为这里真的需要福音，这里还有好多人没有听过耶稣，还有好多人没有经历救赎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原来他的生命是归属于这位创造他的主。这2位姐妹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将他们很重要的家里的献上，成为奉献。经历那财务危机之后，透过这个献上，他们持守祷告，不看环境，而是相信上主在这个地方仍然应许没有改变，没有落空。70年后，这教会不但度过了当时的财务危机，更是在现在继续在那个地区开拓职堂，有更多的同工，更多的资源参与在这当中。所以上主让我们看见，一个地方能够成为福音中心，一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圣殿，能够成为一个献祭的地方，是因着主的应许没有改变，是因着仍然愿意与他同行同工的人在这里委身，在这里奉献。而我们更清楚知道，上主透过他独生爱子，在这人看来已经是活在罪恶，完全不能自救，不断的向下沉沦跟堕落的时候，上主他的心意就是用他的儿子亲自来换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知道能够救我们的不是环境，不是人有限的能力，而是神他无限的爱，无尽的爱，以及他对人始终不放弃的心意。西元前516年，先知耶利米预言70年后，以色列人要回归耶路撒冷。如今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，真的是很被感动，献上感恩。而迦南教会也在今年要度过57岁，57年来上主的恩典不断的在我们当中，并且他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会堂，透过这个会堂要继续建造教会。弟兄姐妹，
我们是不是也要来学习，像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在这里献上平安祭，表达感谢、还愿、甘心，也献上赎罪祭，透过认罪悔改的行动，透过相信上主救赎的行动，透过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使上主的殿现代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心意在历史当中到如今不断的向我们显明。主，你的心意是要人得救，是要人经历那在主你应许中的美好，是要人参与在上主你圣殿的荣耀里面。主，你自己就是荣耀，但你乐意与我们分享，你乐意让人与你一起来同工。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激励，再次鼓励我们。线上的行动不只是牺牲的行动，因为最大的牺牲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。线上的行动更多是感恩的行动，更多是见证的行动，更多是荣耀的行动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。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，也让我们的心领受那奉献的行动。我们一起来参与在主你圣工所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来思想奉献的意义，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上主他救赎的心意，一起来奉献呢？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